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娛樂快訊。相信大家都知道 TVB 嘅戀愛綜藝節目《女神配對計劃》雖然已經結束咗，但係呢個節目嘅熱度完全冇退減。特別係關嘉敏卡文同 Matthew 呢對厘米 CP，雖然喺節目入邊未能成功配對，但係佢哋嘅故事仲有好多未講完嘅章節。今日我哋就有未曝光片段要同大家分析，而且仲有節目特輯嘅最新消息。首先我哋回顧翻卡文同 Matthew 咧，對喺女神配對計劃入邊真係好令人心痛，大家都覺得佢哋好合襯，但係偏偏就係冇擦出火花。Matthew 喺節目嘅 After Party 勇敢示愛，仲主動錫咗卡文一啖，呢個場面真係好甜蜜。但係點解拍攝時二人會冇呢種化學作用呢？卡文事後就解釋話 Matthew 拍攝嗰陣唔夠主動，但係而家有未曝光嘅 camping 談心片段流出。真相可能同我哋諗嘅唔一樣。好啦，而家就係今日最精彩嘅部分，卡文同 Matthew 喺 camping 時嘅未曝光談心片段，內容真係好勁爆。首先 Matthew 其實已經好直接咁示好，佢話我都覺得我係想繼續同你再進一步了解嘅，繼續去傾偈多啲咯，即係再多啲個 connections 啊。重點嚟啦 ，Matthew 仲用養狗做共同話題，佢話大家都係一個養狗友，即係有愛心嘅人。養狗，我覺得養狗大家有個愛心喺度嘅，即係始終衰極有個譜，呢個衰極有個譜，卡文都重複咗，證明佢係有聽到嘅。衰極有個譜，我覺得衰極有個譜。但係點解卡文當時冇感覺到 Matthew 嘅示好呢？關鍵嚟啦，從片段入邊我哋可以清楚聽到卡文當時個心思完全喺細莊度。卡文同 Matthew 分享，佢同細莊講：我明明第一個選擇係佢，但我又有好多嘢都好似同佢錯過咗。更加重要嘅係卡文透露咗一個勁爆消息，佢話第一次寫保護名單嘅時候，其實唔係想寫 Matthew， 佢第一感覺係想寫細莊，但係佢覺得細莊好有自信，唔會被淘汰，所以先至揀咗 Matthew 留低。呢個反省真係好大鑊。原來卡文呢一直都係對細莊情有獨鍾， Matthew 只係佢嘅後備選擇。咁但係大家留意 Matthew 喺片段入邊嘅反應，佢好坦誠咁話，其實我第一次都覺得應該細莊係因為你哋本身都熟嘛。Matthew 其實好明白卡文嘅心思，但係佢仍然繼續努力。當卡文話考慮客先嘅時候， Matthew 即刻話唔好考慮，一不離二，二不離三。呢個真係好甜蜜。Matthew 真係好中意卡文，先至會咁堅持。我要考慮下先。冇啦，唔好考慮，唔好考慮，我考慮下先。唔好考慮。一不離二，二不離三。分析完呢段片段呢，我哋終於明白點解卡文同 Matthew 喺拍攝時冇火花啦。第一，卡文當時完全沉船勢，莊根本冇心思理會其他人。第二， Matthew 雖然有示好，但係卡文當時嘅狀態根本聽唔入耳。第三，卡文可能覺得 Matthew 只係講客套話，冇察覺到佢嘅真心，所以話 timing 真係好重要。如果卡文當時冇咁執着細莊，可能佢哋故事就會完全唔同。立即訂閱我哋頻道，記得撳鐘仔，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。葉倩文 Sophie 琴日就晒出一輯身穿粉色露肩連身裙嘅美照，為節目作最後宣傳。佢話9月28號真係播最後一集啦。2月記招正式全球招募求愛勇者，到而家9月呢一生難忘嘅半年，感謝有金牌爸爸同4位金牌女神陪住我經歷，幾位軍師陪伴嘅最後晚餐，大家剖白咗好多心聲，亦都互相俾咗好多建議，為呢個節目畫上一個完美陪住我哋經歷一切嘅觀眾朋友，我哋一齊睇好，冇最後一晚，到時見。Sophie 咧喺相片入邊咧真係好靚嘅，粉色露肩裙咧好襯佢嘅。而家咧佢同 GM 一齊之後咧，個人咧都變得更加有自信，笑容咧都特別燦爛。講到 Sophie 同 GM 咧對 GSCP 而家配對成功，下一個目標開始浮現。網上就有人講，希望葉倩文同埋曾子望兩人可以喺台慶時求婚，頒獎禮嘅時候結婚，繼而喺明年懷孕生小朋友，下一年可以台慶時擺滿月酒。哈哈哈！呢個時間表真係好詳細，網友真係好關心佢哋嘅未來。不過 Sophie 就好理智咁回應啦，其實家人呢冇催我結婚生小朋友，但係我阿媽呢，其實幾年前呢就有講想抱孫，每一段感情呢都係以結婚為前提，但我唔係為結婚而結婚嘅女人。如果遇唔到就唔好勉強，但係如果我中意咗個男仔，我就會全心全意睇在眼中。
我相信佢講緊嘅就係 GM。Sophie 話自己從來都係幸運嘅人。佢話有啲人呢會覺得我單親不幸運，做8年呢都未做到一線係不幸啊，但係我每日都好開心，就算有低潮定係好開心啊。生活本就係要喺小事中去揾到樂趣，識得喺生活中嘅細節去揾幸福同埋滿足感係最重要嘅。呢句話真係好有智慧。 Sophie 真係好正面，就算冇睇過女神配對計劃呢，都應該會接觸到大量相關嘅資訊，特別係大結局一集，單係兩人霸氣世紀之吻嘅精華片段，喺網上短短1晚已吸獲超過1萬個叻20萬觀看次數。老實講，對於當中部分情侶嘅對白，可能會感覺有啲做作，但係 GSCP 呢一對係最真，至少連環激吻確實係甜。GM 當時話：我愛你，我愛你，我愛你，做我女朋友，等我錫你，保護你。話霸即霸氣，總裁式錫，向葉倩文，令全場歡呼大叫。呢一幕無論如何難以造假，真係好浪漫。更加甜蜜嘅係 GM 喺個人社交平台上載錫葉倩文嘅照片，並寫到：多謝你係我最低谷，無條件相信我，支持我呢個屁孩，你係我想自己長大嘅原因。你以後可以做小女孩嘅角色，我會繼續努力，努力到你唔使努力。多謝女神配對計劃，令迷失嘅我揾翻自己同埋自己想珍惜嘅人。最後多謝你哋咁多位咁支持我。葉倩文之後更在該發文留言下回答稱：加油，一路做你嘅後盾，真係閃到眼盲。單身狗絕對不宜觀看。GM 呢段文字咧真係好感人，可以感受到佢對 Sophie 嘅真心，而 Sophie 嘅回應呢都好溫馨，真係好 supportive。講到兩人日後工作嘅發展，首先要恭喜 GM 榮獲亞洲國際品牌節提名卓越藝人大獎，而9月29日開始，星期1至5下午12:55及晚上10點半 TVB 節目點解電競係電競， GM 同埋 Sophie 有份參與主持。而根據節目表知道，依家節目大約係一個5分鐘嘅節目嚟啦。女神配對計劃真係創造咗好多經典時刻，從一開始呢，大家對戀愛綜藝節目嘅懷疑，到而家大家都好投入咁追劇，呢個節目真係成功咗。特別係 Sophie 同 GM 呢，對佢哋嘅愛情故事真係好勵志，從陌生到相識，從試探到確定，每一個階段都好真實。而 Carmen 同 Matthew 呢，對雖然可惜，但係佢哋嘅故事都俾我哋好多啟發。有時候 timing 真係好重要。好啦，今日嘅娛樂快訊就到呢度。總結翻今日我哋分析咗 Carmen 同 Matthew 嘅未曝光談心片段，了解到點解佢哋當時冇火花嘅真正原因。而 Sophie 同 GM 就繼續甜蜜放閃，令大家都好羨慕。記住9月28號晚9點半收睇女神配對計劃金牌媒人嘅最後晚餐，我相信會有更多驚喜同感人時刻等住大家啊！大家記得到時留意啦。如果大家中意今日嘅內容呢，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 咧，支持我哋，留言話俾我哋知你哋對呢啲情侶有咩睇法，你哋覺得邊對最甜蜜呢？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